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这个台中的北屯，伫个透早6点外发生着死亡车祸，一台银色的轿车闯红灯，撞着过青灯的轿车。这台轿车互伊撞一个，冲破着护栏，并落15米深的桥骹。52岁驾驶头壳受伤，坐伫副驾驶座的是伊55岁姐姐，互救出来的时阵已经亡性了。 红灯这台银色轿车无挡点，直接冲过，甲另外一台车相撞，这台轿车直接就栽入桥。轿车四脚翘上天，消防人员赶紧将这个门撬开，将车顶2个人救出来。因是位顶悬15米，差不多50楼高的桥顶，连人带车栽落来。刹车声音很长啊，然后就听到嘣一声很大声，然后我站起来看的时候是刚好绿灯了啦，看应该不知道是哪台车是抢快的。转过去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人一声嘛，看到迄台车就撞落去。这件车祸发生伫今日早起6点外，台中北屯区景贤路情人桥顶，48岁姓陈的驾驶驶银色轿车，沿松顺路2段伫驶伫路口弄红灯，第52岁姓周的驾驶未负险，先甲这个银色轿车对撞了，摔来规台车，冲破护栏，并落去15米深的桥骹。当时52岁姓周的驾驶头壳有受伤，副驾驶座的乘客就是55岁姐姐，头壳毛受伤，已经未喘气啊，送去病院了，抢救嘛无效。双方在路口处发生碰撞，中南驾驶小客车在碰撞后偏向并掉落边坡。肇事的48岁姓陈的驾驶开前区拢受伤，送去病院治疗。伊所在银色轿车车头拢变形，现场警方已经有封锁线，经过酒测，双方拢无啉酒。想讲到底是赶时间，还是无细致才会弄红灯？即马警方还阁进一步的调查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